中美之爭已經成為咗國際關係嘅主旋律啦。最近，中國再次拋出咗關於稀土嘅重磅炸彈，令到本來已經係得到緩和嘅中美關係呢，就再生波瀾嘅。歡迎嚟到不左不右，今日我哋就嚟回顧一下川普上台之後，中美嘅針鋒相對，然後嚟預測一下後面嘅發展。眾所周知啦，川普嘅第一任期呢，就已經對中國咧就採取咗貿易戰嘅，但係當時咧中國係有非常之強硬嘅態度嘅。雖然話最後都係簽咗一份農產品嘅購買協議，但係咧整體上面咧冇俾川普攞到好多着數嘅。咁當然啦，亦都係因為川普未夠老練嘅緣故㗎。但係川普喺經歷咗呢4年難熬嘅日子之後咧，厚積薄發，贏得咗2024年大選。咁咧佢嘅政治手腕咧就係比以前唔知強咗幾多倍嘅。咁喺4月2號咧，川普宣布咗全面關稅之後咧，中國咧係唯一一個主要經濟體咧進行對等報復嘅。咁川普咧就賭氣繼續加碼幾次之後咧，最後雙方嘅關稅咧嚟到咗匪夷所思嘅145%嘅。咁嗰陣時嘅中國咧就已經係第一次打出咗稀土嘅牌啦，就宣布咧要對7種稀土元素咧實施出口嘅管制嘅。咁到咗5月12日咧，中美喺日內瓦達成咗90日嘅暫停關稅協議㗎。咁結果就係咧，中國將關稅咧降到10%，而美國咧就降到30%嘅。咁由於暫停咧對雙方都係有好處嘅，所以嗰陣時咧就迅速咁樣達成咗一致嘅。咁然後1個月之後咧，中美再次喺倫敦會面，咁咧中國咧就開始喺稀土問題上面咧就係鬆綁嘅，咁放鬆咗一啲出口嘅限制啦。而川普咧，亦對晶片嘅出口咧就鬆口咗啲嘅，所以雙方咧就暫時休兵嘅。並且咧喺7月29日嘅斯德哥爾摩會談之後咧，中美雙方咧再次同意延長關稅90日㗎。更加重要嘅就係咧9月19日，川普同習近平通話之後咧，就表示話咧 TikTok 嘅交易咧有突破性嘅進展嘅，咁咧會由 Oracle 呢間公司咧會帶頭完成交易嘅。咁喺呢個時候咧，大家都認為咧雙方嘅談判咧喺度向好嘅，突然之間咧就形勢大變嘅喎。10月9日，川普啱啱促成咗以色列同哈馬斯第一階段嘅停火協議嘅。咁中國商務部咧就發布咗2025年嘅61同62號嘅公告嘅，咁咧就擴大咗稀土嘅出口管制嘅。並且咧仲一度表示話咧，只要你係從中國買嘅稀土咧，佢嘅用途咧都要得到中國政府嘅許可嘅。咁好明顯咧，當時川普政府嘅精力咧都放喺中東同埋烏克蘭問題上面嘅。另外國內嘅政府關門以及各地方同 IS 嘅衝突咧，就已經俾佢哋非常之頭大㗎。所以咧，中國嘅行為咧，顯然係出乎於川普同埋佢嘅政府意料之外嘅。咁同佢到財政部長 Scott Bessent 咧，都表達咗強烈嘅不滿㗎。Scott Bessent 咧，甚至仲點名咗中國貿易代表李成鋼嘅。所以咧就話，連後面嘅韓國 APEC 峰會咧入邊嘅川習會咧都唔一定會舉行噶啦。所以大家睇到我哋嘅回顧咧，我哋就可以話咧，如果美國嘅絕招係關稅嘅話咧，中國咧就係稀土啦。咁稀土咧以前已經好重要，但而家更加重要，因為無論從晶片、半導體、導彈、雷達，甚至電子產品咧，都需要大量嘅稀土噶。咁無論你點樣講，中國政府同埋企業咧點樣不公正咁樣競爭咧，而獲得咗優勢咧，事實就係咧，而家中國出口全球稀土嘅80%以上，加工咧甚至係90%以上㗎。雖然而家西方國家咧已經開始奮力咁樣建立自己嘅稀土供應鏈啦，就希望咧喺幾年之後咧要減低對中國嘅依賴嘅。但係喺短期之內咧，中國咧確實喺稀土問題上面咧係有好大嘅話語權嘅。所以咧講咗咁多，如果我哋唔去考慮咧中共內部可能存在嘅權力鬥爭嘅話咧，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啦。中國係冇可能放棄稀土呢一張牌嘅，佢一定咧要趁住西方未建立新嘅供應鏈之前咧，盡量咧就用稀土咧嚟自己謀取更大嘅利益嘅。咁我認為咧呢個亦都係點解中國明明喺氣氛已經有所緩和嘅情況下咧，就突然咧就祭出咗稀土嘅限制嘅。
但係咧佢又延遲到12月1日咧先正式實施嘅。咁咧佢就係希望咧喺呢一段時間咧，俾談判咧帶嚟一啲突破嘅。咁除咗稀土之外咧，中國可以主動打嘅牌咧，其實唔係好多嘅啫。咁啊，我哋一張張嚟數一數。第一張咧就係 TikTok，但係由於 TikTok 而家談判已經係相當之深入，如果係話而家反悔嘅話咧，由於美國國會咧已經係通過咗強制賣咗 TikTok 嘅法案啦，所以咧只要川普鬆口嘅話咧，咁樣 TikTok 咧就係徹底會被禁止噶。如果係咁樣嘅話咧，中國喺呢一方面咧係血本無歸嘅，所以咧我認為咧中國唔會係點樣打 TikTok 呢一張牌。咁第二張牌咧就係禁止荷里活嘅電影入口啦。但係講真嗰句咧，最近幾年咧中國電影市場咧已經係大幅萎縮啦。除咗話好似哪吒二咁樣嘅電影之外咧，其他幾乎所有電影咧都係唔及預期嘅。另外咧，呢幾年荷里活電影咧喺中國嘅票房咧都係好差嘅啫，所以呢種打擊咧唔算太大。第三張牌咧就係對好似微軟、英偉達、蘋果呢啲仲喺中國有重要業務嘅科技企業咧進行限制嘅。不過呢個係七傷拳嘅，微軟同英偉達就算啦，蘋果咧喺中國直接同間接咧提供咗幾十萬人嘅就業㗎。喺而家中國就業咁蕭條嘅情況下咧，唔到萬不得已咧係唔會用嘅。咁而最後一張牌咧就係話唔購買以大豆為首嘅美國農產品啦。咁之前咧呢一招係非常之有效嘅，因為咧呢個會直接打擊川普嘅忠實支持者。不過川普喺第一任期咧就已經面臨過呢啲問題啦，而且咧佢而家可以攞一部分嘅關稅收入咧就俾呢啲農民補貼嘅。而且你就算點樣打擊呢啲農民咧，因為佢哋大部分咧都係喺紅州，所以對投票咧其實冇乜影響嘅啫。因此咧佢嘅威脅咧亦都冇以前咁大啊。雖然話呢啲牌咧有各種各樣嘅問題，但係佢哋依然係有用嘅。只不過咧，如果係稀土牌，你可以叫佢係一個 king 嘅話咧，咁呢啲牌咧最多可以算個5、6、7、8咁樣嘅啫。咁而美國嘅牌咧就多唔少噶啦。毫無疑問啦，關稅咧就係大王呢幾隻牌啦。只要川普咧仲係總統嘅話咧，佢收關稅嘅態度咧就唔會變啦。咁呢一點咧會對中國咧有住巨大嘅傷害㗎。而芯片咧同埋高科技出口管制咧，亦都係可以選一張 king 嘅牌嘅。咁咧另外嘅牌仲有咧，限制飛機同埋零件出口咧，收取對中國貨船嘅高額港口費用咧，限制中國留學生嘅簽證咧，甚至話公開中國官員嘅資產等等嘅。另外可以考慮嘅話咧，仲有話強迫中國企業咧喺美國股市退市啦，然後咧有對俄羅斯原油購買嘅二級制裁咧，甚至咧唔可以排除咧要將中國踢出 SWIFT 體系之外嘅。咁呢啲措施咧係多種多樣嘅，雖然話咧佢同樣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同埋局限性，但係公平咁講咧，無論係數量以及佢嘅威脅咧，都要比中國嘅牌咧要更勝一籌嘅。所以美國嘅手入邊牌更加多，而且川普作為打牌嘅人咧，佢嘅不可預測性咧，亦都咧使美國咧有更多嘅主動㗎。咁展望未來咧，雙方咧依然會以佢哋嘅核心牌，亦即係關稅同埋稀土咧嚟談判嘅。咁毫無疑問咧，川普有達成協議嘅壓力，因為如果中國物品咧因為關稅咧完全入口唔到嘅話咧，咁美國嘅通脹咧肯定會上升好多㗎。不過由於有幾個東南亞國家，例如話越南、印尼同菲律賓咧，已經同美國達成咗協議啦，咁呢種壓力咧就稍為少啲啦。而講翻中國嗰一邊咧，中國經濟嘅惡化速度咧，超乎咗好多人嘅想象。咁而經濟嘅三駕馬車入邊咧，投資同埋內需咧下滑係非常之巨大嘅。咁而家主要支撐嘅咧就只有淨得外貿啦。所以如果中國冇辦法咧，將自己嘅貨物咧向全球最大嘅市場出口咧，咁中國經濟咧誇張過一句咧，就已經可以見到自己嘅棺材板啦。只不過呢個棺材板咧就未合不晒啫。另外，由於中國各地咧已經出現咗一啲反對共產黨嘅行為啦，所以為咗保證自己嘅統治穩固啦，我仲係覺得咧中國達成貿易協議嘅意願咧會更加之強嘅。但係由於已經打咗咁耐啦，手入面咧亦都仲有唔少籌碼，再加上咧之前咧個態度咁高調咧，近期達成協議嘅可能性咧基本為零嘅。所以咧我預測咧中國同美國咧
會再次延長關稅嘅暫停呢？要等到 TikTok 可能喺1到2月份呢，就係徹底傾好，最後呢，要等到至少4到5月份呢，先會達成一份真正嘅貿易協議㗎。當然呢，中間肯定有各種各樣唔同嘅 drama，但係呢，我認為呢，雙方都想達成協議嘅呢個大方向係唔變嘅，就等我哋拭目以待，睇下後面呢，究竟仲有咩大龍鳳啦。不左不右呢，就一直會繼續關注嘅。咁如果你中意我嘅評論嘅話呢，就記得點讚、訂閱、留言同埋分享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多謝，下次再會。